第六节，伊讲即个话是伫试伊，因为伊家己所在要行的规律，因为讲用200个银来买饼，也无够也互因逐人得到担保。第八节，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个兄弟安德烈，甲伊讲。 一个囡仔有5个大饼、2尾鱼，总是将这个互遐侪人有够打落。第10节，耶稣讲：恁家遐个人坐地，迄所在做侪草，人就拢坐。少爷约了5000。11节，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，就分互侪人，鱼也是安尼，拢照因所爱。12节，因已经食饱，耶稣甲伊学生讲。 捡所食剩的笋啊，免得有拍笋。第13节，就将所食剩的5个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个坑。愿上帝赐予今仔有智慧明白着伊话语，只是